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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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麦克风试音，喂喂喂喂。
刘兄弟平安。到这时咱礼拜时间已经到。伫遮阁提醒大家一个吼，因为咱即马世界疫情真严重吼，咱即马为外国转来一寡咱国内一寡国民吼，嘛拢有确诊的即个现象出来，所以咱的政府有要求讲，咱聚会时咱爱戴喙罩，吼，所以爱会记的，吼，你若出外去买物件，或者是去人较多的所在，吼，喙罩会记得罩。上好摕你的手包内底拢会记得罩一个。这是咱三个来祈祷。听完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阮有平安。这是阮常常咧讲的一句话。总是伫即马的社会拄到这疫情的时，这个平安实在是无简单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咱带领，互阮会当有平安的心、平安的生活，甲人有和平的关系。所以这时我们要开始，阮今日的敬拜，恳求你帮咱带领，所有的服侍伫主你的面前，诚侪芳芳的坐，伫你的欢喜。也恳求你帮咱带领，互所有来参加这遍礼拜的人，拢会当感受对主你遐来快乐。通互阮的生活的跑走的中间，大大得到平安甲喜乐。恳求你的帮助甲同在，祈祷奉主所叫圣名求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会当聚集伫遮做伙学乐上帝，请大家掀开圣诗第327首。圣诗第327，咱先听一遍。咱唱3遍。求上帝，求你监察我，试验我在我心思，看我有啥物歹事行，并带我行伫你向我。好，稍等一下哦。来，第2节，我有啥物歹所行？迄是歹所行无，歹所行无。嘿，迄歹敢若有2个音尔，2个音尔。第3个音就是后一个字啊吼，迄个数就爱唱出来啊。好，咱来唱第2遍咯。上帝，求你监察我，试验我在我心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，因带我行伫你永远的路。搁一遍，求上帝，求你监察我。我在我心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，因带我行伫你永远的路。好，刷落来，请大家掀开圣诗的第24首。24首，我心乌乐之关上帝。好，这首大家应该嘛真熟啊，咱唱第1节、第2节、甲第5节。第1节，我心乌乐之关上帝，万民澎湃伊卡的社会伊伫下边默默咱着。
第50。天西西人东心敬拜，调旗面当福塞，日月星星北拜恭敬，临时乌罗烟无停，乌罗敬乌罗称赞，乌罗主名到永远。好，后一首，请大家掀开第164首。164首。好，这首咱唱第1节、第2节，甲上尾第7节咯。第1节。一生的心听阮祈祷，阮这做你应得，你来为使阮的无限，请来无敌恩赐。第2节，求你那更大就显明阮的罪恶无数。带阮紧着救主耶稣，来行赦罪我。第7节，一生的心听阮祈祷，我世界最圣殿，起来遵守阮的无限，请来无敌恩赐。好，咱备办先准备礼拜。咱若承认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咱拢总的不义。这时，请咱掀开圣诗第327首，主上帝，求你监察我。主上帝，求你监察我，试验我，知我心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。因带我行伫你永远的路，请大家起立吟全首2遍。主上帝。
求你感察我，你检我在我心事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，因带我行伫你引我的路，主上帝求你感察我，试验我在我心事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，因带我行伫你引我的路。大家请坐。请大家做伙用周报第7页的尼西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互咱做伙来读。愿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，创造天地，一切有看见、无看见万物的主。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。伊伫一切世代以前，对爸生的，对上帝做上帝，对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，毋是受造的。甲爸同质同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。伊为着咱人，甲为着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。对圣神就在西鲁玛利亚出世，成做人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，难顶十字架，受难埋葬。照圣经所记载，第3日国活就天，现在坐伫爸正平。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伊的国无穷无尽。愿信上述活命的主圣神，对爸甲囝出，甲爸囝同受敬拜，同受阳光。伊捌托先知讲话，愿信一个圣公堂四道的教会。阮告别一个为得赦罪的洗礼，愿期望死人国活来世活命。阿免。现在，请咱做伙掀开启应文第25篇。我来启，请大家做伙念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，伊用逐款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。上主实行公义，上主有慈悲，有仁爱。伊袂久长责备，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。天离开地有偌悬，东离开西有偌远。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？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。人咧，因的性命亲像草，风一个吹就消失。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，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。
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，有大宽容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。恁拢着称赞上主，所有的天君一凭伊旨意的车赛啊！伫伊掌权伫逐所在的被造物啊！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即马请大家做伙献开圣诗第24首。我心乌鲁至悬上帝，我心乌鲁至悬上帝，万民拍败伊骹下，赎回伊伫赦免满满。咱着乌鲁来群我，乌鲁敬奉，乌鲁敬奉，乌鲁永远活君王。请大家做伙起立吟全首。我心乌鲁至悬上帝，万民拍败伊骹下，赎回伊伫赦免满满。咱着乌鲁来群我，乌鲁敬奉，乌鲁敬奉，乌鲁永远活君王。乌鲁我主阮等听通，是落了大困苦人。乌鲁我主永远无变，守护人类大云顶。乌鲁我主，乌鲁我主，永恒无变大父。主必人民亲爱天父，灾难软弱快收免，用伊温柔伸手抱咱，救咱脱出情苦难。乌鲁称赞，乌鲁称赞，乌鲁主听到永远。人若下天花草无声，大风吹来就扫清。虽然人类历史变迁，上帝永远袂改变。乌鲁我主，乌鲁我主，乌鲁我主大君主。天使世人当成敬拜，吊起伊面通服侍。人过生心拍败敬奉，伊是乌鲁永无停。乌鲁称赞，乌鲁称赞，乌鲁主名到永远。大家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安静咱的心，额头做伙来祈祷。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的主，阮感谢你。阮为着你日日赏赐阮即世间的恩赐来感谢你，嘛为着你永远的信心来感谢你。总是阮上感谢的，就是你赏赐独生圣囝，阮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主，你知阮的生命充满罪恶，常常得罪你，袂记得你的疼，离开你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伫阮救主耶稣基督的恩，搁一摆赦免阮的罪，互阮知阮的歹，洗清阮的过失，也对着救主耶稣的恩，互阮会晓伫你的光来行正路。主啊，阮嘛将阮所爱的文山教会仰望交托。教会有济济事工，无论是日常的做工，搁团契的牧养，或者是聘牧的进度，阮拢恳求你施恩，
凡事伫头前来引带阮，帮赞阮。阮既若做代志，奉你的名来做工，求你互阮因为你的名来得到顺利，归荣光伫你的性命。特别是主啊，阮的能力实在有限，求你赐互阮智慧，通明白上主的旨意，尽心尽意，做主你所欢喜，阮所做的。阮的国家，求主来顾守，互真理遍行，互不同胞的官员、公务人员，求主赏赐因仁爱、公义的心甲勇气，无分职务，拢会清廉，拢会忠实。阮的世界也求主顾守，互平安甲安慰降临伫人的心。无论是全世界即马流行的疫情，互人惊吓，或者是战争、意外、天灾，甚至是人的心的贪婪，造成的各种不安。逐日新闻的报道，拢互阮心真艰苦。求你透放遮隆重的困苦，用你的疼安慰囝仔痛苦的，互阮心中有共齐、公平、相疼、和谐的精神，通对全世界生活的改变来尽阮家己的力量。这时，阮安静我的心，要来听探主你的话语，求你的恩惠入阮的心，你的圣神感动每一个人，互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光。阮奉献阮所有的，一世人伫主你的面前，用圣洁甲公义来服侍你。求你甲阮支持，安尼祈祷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免。即马请大家做伙掀开圣经。圣经，咱今日要看的圣经节伫诗篇第66篇，也就是伫旧约的圣经第626页。现着咱做伙来看，我来读。诗篇66篇，一篇诗歌交互乐歌，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。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，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。就对上帝讲：你的所做到遐通惊，因为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对德要降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吟诗学乐你，要吟诗学乐你的名。第5节，恁着来看上帝所行的事。伊对世间人所做的不知通惊，伊将海变做大地，因步行过河。伫遐，阮因为伊来欢喜，伊用伊的权治理，直到永远。伊的目睭监察列邦，背逆的人毋通自高。万百姓啊，恁着学乐阮的上帝，互人听见学乐伊的声。伊互阮的性命活地，也无互阮的骹摇动。第10节，上帝啊，你捌试验我，锻炼阮，亲像锻炼阮一样。你互阮入牢网，用担担下伫阮的身上。你互人坐车搬过阮的头壳，阮经过水火，总是你互阮到富裕的所在。我要用小济进入你的厝，我要对你谢我的愿，就是伫我患难的时，我的嘴唇所讲的，我的喙所下的愿。
我要用肥的精鲜的烧祭，甲公羊的香味献互你，佮用公的牛、公的山羊来献。第16节，凡若敬畏上帝的人，恁拢着来听。我要讲起伊为我所行的事。我捌用我的喙求叫伊，用我的指学罗伊做权。我若心内注重罪恶，主的确无要听。总是上帝实在有听见，已经压落听我祈祷的声。上帝是应该学罗的，伊袂捌提示我的祈祷，也袂捌互伊的慈爱离开我。读圣经到这，即时咱请圣歌队来为咱献诗。今日所要献的诗是《基督和平君王》。这时，请徐怡芬神学生来为咱讲道。伊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：请快来看，来听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真欢喜伫即个暑假会当来甲咱教会实习，甲大家做伙同工。我是对台中来，住伫个西屯逢甲附近。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伫个台中的杏林教会，迄当阵是庄亚堂牧师，伊伫遐抑搁伫做，伊抑搁是东海大学学生的时，伊就伫遐有真水的服侍。我就是伫遐受伊带领洗礼，尾后我的全家嘛差不多拢是伫遐洗礼信主。拄则义圣长老有甲咱提醒。其实咱对旧年底开始，敢若大环境都无带来啥物真侪好的消息。非洲甲印巴的蝗灾，澳洲的野火，甚至最近发生黎巴嫩的大爆炸，战争、疫情哪来哪紧张，互咱大家上直接的冲击甲烦恼，检测的是。国内甲世界的经济哪来哪困难，健康受到威胁，敢若环境带互咱的挑战哪来哪大。即个疫情考验着全世界的经济、政治
人性，检测也考验着咱的信用。对好的方面来想，土地会当得到休困，空气的污染会当降低。但是，请问，最近的环境对你个人带来的影响是啥物？是好的，也是歹的？你最近敢有拄到啥物困难甲挑战呢？为什么上帝我甲困难甲挑战摕走，偏偏要互咱拄到？诗篇第66篇，就是一篇伫咧苦难中间，作者经历着上帝的拯救所写的宣告感恩诗。如果你若即马拄着患难，如果你的即马感觉生活无够平静，那安尼，作者嘛是安尼，伊要用伊所写的诗篇来见证信实的上帝，嘛要甲咱讲伊安怎度过即个困难的秘诀。一开始，伊就甲咱讲，请恁来听诗篇第66篇，真侪学者拢同意伊是一个君王的感恩诗。但是我感觉伊除了是一个君王的感恩诗，佫较是一篇宣告的感恩诗。因为伫其他的诗篇中，若讲到全地百姓、万民、万邦，因常常是讲因遮的人，上帝要治理因，甚至要审判因。但是伫即篇第66篇中间，伊常常一直是用第二人称的复数。就是讲，恁全地啊，万民啊，恁着来学罗上帝，恁着来敬畏上帝。伊即个口气，毋是干那邀请尔，是一种呼唤的口气，敢若像细汉咱伫咧夜市啊，也是伫咧电视顶，定定听到讲，来啊，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啊，恁紧来啊！伊嘛是用即个口气来邀请全地的人，伊邀请大家来为着上帝的名来学罗伊。所以咱知影上帝的名，毋是干那是一个名词甲称呼尔。伫圣经中有真侪上帝的名，这个名有啥物意义呢？这个名拢带着上帝的大气力甲应允。也表示是上帝的特质。咱伫圣经内底有看到上帝的名是耶和华，代表伊是自有、拥有。我知影足侪信仰的前辈拢知影，但是咱做伙伫个 PPT 面顶复习一届，因为咱要提起咱家己。上帝的名是值得咱倚靠的，是会当用上帝的名来祈祷甲求救的。上帝的名也阁有Elohim， 伊是大能者、全能者；阿多乃，上帝是主；耶和华拉法，上帝是医治者；耶和华以勒，上帝是咱的供应者；以便以谢，伊是咱随时的帮赞者；耶和华尼西，上帝是咱得胜，伊要帮助咱得胜；耶和华沙龙，伊是平安。耶稣基督，伊是救赎者。咱要用上帝的名来学罗伊，因为咱要提醒咱家己，上帝的名，你咧替囝儿、替家庭、替子孙祈祷时，你敢会记得用上帝的名来倚靠？伫咧箴言第18章第10节，伊讲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义人走入去就得到安稳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呢，毋是讲教堂是坚固台，毋是讲教会是坚固台，伊是讲耶和华的名就是坚固台。咱大概要用祈祷入去甲上帝的名内底来求救上帝。第5节，作者随时邀请大家讲：恁来看，看上帝的作为。这个看，伫原文有专心注目。斟酌查看的意思，也有伫遐不断伫思考的意思。所以，伊要叫咱来看啥物？第6节，
后一秒，伊马上甲咱遮来看、靠来看的人，带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所在。伫遐前有大海，后有追兵。以色列人徛伫迄个海的头前，满面是惊吓甲绝望。迄当阵，因除了互人、互埃及人掠转去做奴隶以外，敢若有死路一条。因徛伫进退两难的绝境。作者讲：恁来看，看上帝互海水分开，成做两边悬悬的影座，互阮所踏的地，本来是落孤梅的海，变做是大地。恁来看，阮所踏的土地顶，阮踏伫土地顶，一步一步行上岸。伫即个对杀声中，甲海鹰声中，阮过每一秒，踏每一个脚步，阮拢看到迄个奇妙伟大的上帝。同时，阮也看到哪来哪近的海岸。人生总有苦难，但是毋免惊，上帝应允咱。苦难总有到尾的时，不止安尼，你敢有看到？原本要吞食阮的迄个海鹰，诚做保护阮的影座，断绝了后壁的追兵攻击，颠倒吞食了敌人。原本是阮纵身一地的大海，诚做大地，诚做互咱上岸的路程。这就是上帝行恩典的记号，互阮对惊吓、绝望变做欢喜、欢呼。作者讲，伫遐，伫迄块大地，阮因为上帝来欢喜；伫遐，伫迄块大地，阮因为上帝的作为大大来喜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作者招咱大家来去。以色列人用心灵的目睭来去看以色列人救恩的历史，叫咱甲以色列人共款徛伫迄块大地，不只是要感受伊的困难有偌大，乃是要互咱感受伊所经历的奇妙主有偌伟大。这位奇妙伟大的上帝，如今也甲咱同在，所以伊爱咱伫咱拄着困难的时，也爱转去回想，去看咱过去人生中迄块大地伫倒位。你捌伫倒位拄着困难，经历上帝的恩典，咱爱转去找找，会记伫迄个恩典的记号。因为上帝无改变，虽然一年一年在过。世界哪变哪紧，困难挑战敢若哪来哪大，但是伊的名是到今拢帮赞咱的上帝。伊的名是赐平安的主，伊确实是咱的坚固台。不管你拄着啥物困难挑战，不管你的子孙拄着啥物代志，咱拢会当转去迄块大地。回想上帝对咱的拯救，甲迄个得胜的恩典记号。刷咧，伊阁讲，不只咱爱看，上帝嘛在看。上帝在看啥物？第7节经文甲咱讲，伊讲即个通惊的上帝，以权能掌管万民，伊的目睭监察万邦。万物甲每一个人拢是伊所做的，伊用详细、斟酌的态度来监察每一个人，是关心，嘛是治理，也是保守。伊权能的拯救，不只是施展伫人危急的时，伊至权的权能，毋是暂时的，是永远的，是一生的。所以第7节伊讲。心存背逆的人，毋通自高，毋通准家己拢好运，毋通我靠关系，爱谦卑敬畏，
不知通惊的上帝，因为伊的监察是看守，也是警告。作者阁邀请咱对以色列人救恩的历史来看上帝的作为，刷落，伊阁叫咱来看伊个人的经历。虽然伫即段看起来真悲惨的经文，伊用阮来描写，但是伊所描写的画面，其实拢是个人的。伊讲上帝啊，你捌试验阮、熬炼阮，敢若熬炼银共款。伊讲你甲阮浸入网络，甲重担放伫我的身上。伊敢若承受极大的苦难。伊虽然无讲明是啥物代志，但是伊敢若互拍拉的掠入去罗网内底，有重担放伫伊的身上。伫个思高译本内底，讲即句翻译做用铁啊绑伫伊的腰，甚至伊互人用车弄伊的头。伊用即几个画面，互咱看见讲，伊伫罗网中袂沉袂动，敢若受捆绑，又无法度自由的苦恼。伊敢若有真大的压力，敢若有铁缀伫伊的胸坎，无法度喘气，头嘛痛甲要死。大大失落伫上帝面前的平安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敢有即款惊吓、痛苦的情形？或者是你即马都陷落伫即个情形中，为着即马或者是未来还未拄着的情形来烦恼，检测你的怀疑，为什么我无法度得到平安？上帝敢有看见？伊敢有听见？咱常常伫苦难的时，通问上帝，咱通问上帝，因为上帝要听咱喙里、心里的声。有一个见证刊伫个宇宙光的杂志，是一位金曲奖的得主，是一位廖雅慧姐妹的见证。伊是对台新音乐系毕业的，伊是位非常有温素甲才华的基督徒。伊制作的诗歌入围金曲奖3摆，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专辑奖。伊是欧开合唱团的指挥，天韵合唱团的制作人，伊会晓作曲、演唱，逐项拢真够。但是伫个2009年，伊得到克隆氏症，这个免疫系统的疾病会攻击伊的消化系统，对喙到尻川头，造成这个消化系统大大细细的溃烂甲空喙。上严重的是伫个小肠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捌喙破？喙破的时，你若啉烧汤，还是食物件，有啥物感受？那安尼伫伊的消化系统有算袂清即款的空喙，所以不管食也是无食，伊规工拢咧巴肚痛。伊巴肚痛的时间比困的时间搁较长。每2-3个月，伊就爱带伊一摆，上久捌带50外工。迄当阵，伊才30几岁。虽然伫个工作顶有真好的有真好的成绩，但是伊常常坐伫个病床顶，甲上帝埋怨。伊讲：为什么我遐尼认真咧生活工作，哪会得到即款病？伊甚至佫着甲上帝讲：我连食拢无法度好好啊食，我安尼活咧，有啥物意思？我不如死去。甚至有一段时间，伊不知逐工巴肚痛，伊还佫得到感染病毒，伫个病房内底摔到乌青结伙，也捌伫暗时，伊的骹头有痛到敢若有人用钢推咧甲拍。迄当阵伊的埋怨，上帝无回应伊，只有对伊讲：囡仔，
你犹原相信我疼你吗？当伊听到上帝即句话，伊流落目屎，愿意带着真微小的信心甲毋望。伊想要甲病和平相斗阵。虽然克隆氏症是一种死也死袂去、活咧足痛苦的病，但是受伤的芦苇伊无压断，灭花的灯火伊无拍熄。有一摆伫咧重病住院50多天的时，伊写着一首诗歌：毋免惊，耶稣伫遮；毋免惊，耶稣知影。伊感觉上帝透过伊所写的诗歌咧鼓励伊。上帝讲：毋免惊，我会互你勇气，互你重新搁较徛起来。总算伊的小肠完全会当切掉，伊食物件都袂疼。迄当阵，伊感觉上帝听伊的祈祷，日子过了，搁像以前共款遐尼快活。但想无想到，伫咧2008年，医生诊断伊得到子宫内膜癌。伊当阵差不多指责袂掉，伊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是伤过看会起我，哪会互我即款的试验？我要安怎承受会掉？甚至伊想要结束家己的性命，毋免搁再受着痛苦。但是伫迄当阵，伊听到上帝对伊讲：囡仔，当你徛伫山壁边的时，面对死亡，你敢抑阁愿意相信我对你的心意是好的？搁一摆，伊靠着上帝通过了癌症的考试，毋免搁再接受化疗甲电疗。伊知影是上帝拯救伊，并且伊伫咧伊的部落格记录伊得着即个病的过程。10年来有17多万的人伫遐去看伊的网站，伊的见证鼓励着逐所在伫病痛中的人，甚至伊受邀请到美国来甲因开医学会议，帮助因来开发新的药仔。伫咧旧年，上帝搁较祝福互伊，会当勇敢结束25年上班的工课。为着兼顾伊的健康甲工作，成立了个人的音乐室。伫遐各地人会当听到伊的诗歌，看见伊的见证。伊讲：世界一直在改变，面对的挑战甲考验哪来哪困难，但是信靠耶稣，互我有勇气，也有永远的毋忘甲我靠。虽然别人看做是咒诅的病，但是我会当用这个病成做别人的祝福。虽然性命遐尼软正，我犹原会当去付出甲疼。了野会姊妹继续用伊的性命写伊的歌，写伊的考试。伫人生这条路，咱并无孤单。伫第10节，作者就甲咱讲，为什么有遮个苦难甲试验？伊讲，伊所拄着的一切，拢是出伫上帝，是上帝要试验伊，是上帝要锻炼伊。作者讲，苦难甲病痛，无拢拄拄是出伫上帝的管教，也常常是出伫伊的试验。圣经中讲，苦难是上帝稳准的试炼。箴言第17篇第3节。伊讲，鼎是要锻炼银，炉是要锻炼金，独独耶和华锻炼人的心。试验的目的，伫咧《申命记》第8章第2甲16节讲，是要互你谦卑，试验你，要知影你的心内怎样，轻受伊的诫命也无，互你到尾得到福气，要炼净你的坐怠，除轻你的杂质。但是上帝试炼毋是伊的目的，伊的试炼的目的是要互咱得胜，要赏赐咱福气。作者用8句话描写伊的痛苦甲苦难，
但是一下就转变，敢若用一句话就解决伊的苦难。伊讲，总是你互阮到富裕的所在。富裕伫个原文，是丰富的意思，是比浸满出来的意思。伫现代的台语汉语版翻译是，总是你带阮到宽阔自由的所在，是咱的生命被上帝的生命来浸透，甚至得到上帝伫即个世界伫永远的祝福。伫即个疫情困迫的时阵，当咱读到讲，咱要互上帝带到宽阔自由的所在，敢有感觉真水？咱的身体、心灵、人生毋免受困迫，是毋是真水的所在？伫个彼得前书第1章第6节到17节，到第7节，伊讲为着安尼，虽然恁即马暂时也受到种种的试炼、辛甘苦，恁着欢喜。这是要证明恁的信心堪得受考验，堪得受考验。咱堪得受上帝的考验，咱的确会当赢过。所以伊讲，比互火炼过，抑阁会歹的金，阁较宝贵，通互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，得到称赞、荣光甲尊贵。所以作者伊伫个经过试验了后，要向上帝来谢愿。当然，咱即马知咱无需要抬猪、抬牛、抬羊来献祭，因为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已经讲，咱要全人的献上。就像拄则师会带咱祈祷，咱不只是献上咱的时间、金钱伫教会，搁较是用咱的生活做祭。伫生活中过圣洁、过上帝欢喜的生活，诚做祭来献互上帝，献上感恩。作者邀请咱来看伊的见证了后，煞咧伊要甲咱讲，伊胜过试炼的秘诀。伊讲，恁着来听，即个听伫旧约内底。先知常常喙里拢咧考劝以色列人，伊讲：恁着来听，恁着爱听。即个听不只有斟酌听、详细听的意思，其实就是甲咱讲，恁爱顺服、爱尊谈的意思。作者讲，如果我的心内若注重罪孽，主的确无听。即个注重伫原文，就是咱伫头前有讲的迄个看的意思。如果咱的目睭一直看咱的罪，一直伫遐关心，毋甘离开，咱的心思意念偏向伫罪，互歹掠着的，安尼主的确无听咱的祈祷。上帝要咱莫去看咱的歹，嘛莫恋慕罪，乃是爱常常去看咱过去人生中捌经历的恩典，以及咱身躯边真济云彩般的见证。毋免看环境有偌难，毋免看咱家己有偌软者，乃是主神看上帝。但是检查你会讲，上帝足歹看到的，因为上帝是看无的。咱要哪独独注目认真伫上帝顶面的？咱需要有稳定的读经甲灵修的生活。毋是干那伫个聚会时才去领受上帝的话，咱嘛需要有像用好的目睭一样，伫个生活中会当真正的发现上帝恩待你的恩典。伫生活中有真济好代志发生，毋是拢是偶然的，毋是拢是拄好的，毋是拢是好运的。这些偶然是看似偶然的必然。我毋知影台语即句话要安怎讲。我其实来到教会才学台语的，所以
这些看似偶然的必然，其实是上帝的手在保守、甲带领。咱爱有属灵的目睭，看去讲，这是上帝恩待我的记号，来献上感恩。如果人生若如同沙漏，时间敢若迄个沙共款，一分一秒流过。那安尼，伫你的时间，迄个沙漏内底，留下的是啥物？伫即个时间过去，咱留落来保密是啥物？咱所留恋的是啥物？是哪来哪专注伫上帝？哪来哪紧分辨上帝的心意？会当马上悔改去遵行？会当哪来哪留恋，看到上帝伫咱，发现上帝伫咱身躯的恩典吗？或者是咱被即个世界引诱，哪来看哪模无明，毋知影上帝的心意，看袂到上帝恩待咱的记号。如果若是安尼，咱常常失落平安。最后，作者作见证讲，但是上帝确实有听见，而且伊是压落听我祈祷的声。上帝是应该学落的，伊毋捌提示我的祈祷，也毋捌互伊的慈爱离开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确实听咱的祈祷，求咱作者邀请咱各一届转来到上帝的面头前，无搁挖靠家己，乃是专心注目伫上帝的话语，尊叹上帝的话语。那安尼，咱也亲像作者共款，亲像济的见证人共款，不管伫顺境也是逆境，拢会当见证上帝的信息甲慈爱。最后，我要请大家来听这首诗歌，就是廖雅慧姊妹所做的。毋通惊，耶稣伫遮。伫即段诗歌顶，你会当看即个歌词，你嘛会当缀咧唱，或者是你会当压头来祈祷，用即首诗歌诚做你的祈祷，将你心内的重担、忧愁、烦恼，拢带到上帝面头前。风雨无论遐大，总是会落山。海涌搁较雄猛，总是会平静。伫世间虽然有苦难，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，受伤的路程伊无压制，要花的灯火伊无拍死。如果你若会晓唱，你会当做伙唱。
做伙压头来祈祷。主必听从阮的天父，阮知你是赐平安的主，阮知你的疼永远无改变。阮知阮的一生拢伫你的手当中，你是随时帮助阮的主。阮要求你，搁再一届互阮的目睭会当看见你恩典的记号，互阮常常转去到阮过去人生中的迄块大地，你甲阮同在。不管阮即马心内有啥物重担，或者是阮对未来有啥物烦恼，阮拢要用信心交代伫你的手，因为你无错误，你压落听阮的祈祷，你永远伫我的生命中掌权。求你，互阮甲你一同得胜，伫生命中经历济的挑战，阮拢要倚靠你经过。求你赐互阮即个世界无法度夺走的平安。阮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代伫你的手，愿你的圣神甲阮同在，时时刻刻保守阮的心思意念。阮的祈祷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164首，至圣的神听阮祈祷。至圣的神听阮祈祷，愿行做你圣殿。你来为使恩典无限，请来目的延前，请大家起立金泉手。大家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大家闭眼心，做伙来奉献。
家请坐。这是互我来报告，咱伫咧报告的大声，请大家做伙掀开周报第2页，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好，咱做伙读。上帝是应该学老的，伊袂捌提示我的祈祷，也袂捌互伊的慈爱离开我。诗篇66篇20节，搁一遍。上帝是应该学老的，伊袂捌提示我的祈祷，也袂捌互伊的慈爱离开我。诗篇66篇第20节。好，即摆咱掀开隔壁来看后礼拜的圣工分担。后礼拜领唱赵以诺执事、苏磊、张景伦、赵以诺长老、苏磊、张景伦执事、苏琴是周胜美姐妹、汉西献歌队、苏汉、李尔博执事、曹明祥执事、交代曹明祥执事、陈淑锦姐妹、林崇慧姐妹、音控彭兆亮执事、甲张家瑞兄弟。讲讲的经理是李信义牧师。即礼拜的值周执事是我本人，值月的长老是张义胜长老。来主的聚会内容，团契的部分，请大家家己来看。咱教会拜日的读经班是要读雅各书，主理是廖秀兰长老。拜三的查经祈祷会，题目是上帝把恶变为善。经文是伫咧创世纪45章第1节到第15节。主理黄忠健传道师、苏辉、苏坤龙长老。后礼拜的咱的聚会题目是公平嘛？圣经伫咧列王记上悬13章11到32节。圣经启应文，请咱大家来看。主理是李信义牧师。现甲后壁第6页的教会消息报告。第1点，招待训练。本主日礼拜结束了后，下晡1点要举行招待服侍的训练，请大家勇武参与。即马报名的人数其实无介侪，但是很鼓励大家，就是可以来为教会做伙来服侍，来参与伫咧招待的这个过程。咱招待其实即马逐礼拜，那台记礼拜拢需要3位的招待，所以其实需求的人数是很多的吼。所以鼓励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伫咧招待训练的服侍。其实我本人在这个训练里面，其实有很多的获得，所以也鼓励大家做伙来。好，第2点，儿童主日学开会通知。本主日华语礼拜结束了后，11点10分，伫咧地下室召开主日学同工会，请教员同工出席。第3点，周世格弟兄蒙主恩召。本会周世格弟兄深贵姐妹先生，伫咧8月2号上个礼拜天，早起时蒙主恩召，咱定伫咧8月15号11点，在第2殡仪馆至美4厅举行个别礼拜。愿主安慰遗族。第4点，太平境教会朱宗宏牧师就任受职感恩礼拜，伫咧后礼拜8月16号下晡3点举行朱宗宏牧师就任第14任主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，关注祝福。第5点，主日学老师的灵命建造甲卫生，台北中华教育部定伫咧8月22号早起时9点半到12点，伫咧桃城教会举行主日学老师的灵命建造甲卫生装备讲座，邀请咱教会主日学校长、老师还有同工来参与。第6点，小会开会通知，后主日礼拜早起时8点20分，伫咧1楼小教室召开小会，请咱小会会员出席参与。第7点，圣礼典，后主日礼拜举行圣礼典，迄天是要为着老人共餐来奉献，请兄姊别办心。第8点，青年团契会长就任，后主日礼拜咱要举行青年团契会长的就任，关注祝福。第9点，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，后主日礼拜是教社奉献主日，请兄姊别办心。第10点，因应这个疫情，教会有几点聚会需要提醒的事项。
第一项就是聚会进前，请大家爱伫咧1楼先用酒精消毒，量体温。如果额高于37.5，超过37.5，请大家先莫来聚会，爱去看医生。第二项就是，若无必要，请大家尽量伫咧这段期间不要进出教会，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。第三项，咱主日礼拜也是团契聚会的时阵，特别是团契聚会，因为主日礼拜其实大家即马拢有挂喙罨，咱团契聚会的时阵，请嘛着爱甲喙罨挂起来。聚会场所爱着开窗仔、通风，时会当开冷气，座位之间爱甲迄位小扭较开的，比较不会传染这样。咱教会集体交通甲代祷的事项，请大家为着咱软弱的集体来代祷。求主来医治。那第二点嘛是为着即马原本已经有较好，毋过最近佫开始变严重的即个疫情来代祷，希望主会当怜悯，互阮会当快经过即个过程安尼。下面儿童主日学的内容佫有教改的消息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有一寡需要报名的，请嘛伫咧下骹的公布栏遐会当看到。一寡报名的内容，请兄弟会当加来参与咱教会的这活动。好，请问今日有新来吗？今日咱有足侪位新的朋友来到咱中间。第一位是叫徐正奇，那请站，他是我们那个新的圣歌队的司琴黄香云的未婚夫，这样，那欢迎他们来。好，请坐。那第二位是陈宽义，先生，他是台神的老师，那也是可能是。然后是传道的，OK 好。然后还有一位是陈婷珍，可以站起来，谢谢。对，那他是还没有受洗，那愿意参加慕道班来了解真理，那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。非常欢喜看到遮尔侪新的朋友来甲咱做伙聚会同款一日欢迎，日日欢迎，希望大家会当定定来。好，即马请咱做伙来吟煞尾本的诗，圣诗第395首，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。吟诗煞，请咱张义胜长老来为咱祝祷。请咱同齐来领受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，以及圣神的同在，甲恁众人三甲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
请坐。